我们都知道，我们府城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及时来控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了拥塞告警的功能。除了我们监控人员知道之外，我们也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警察同仁所以各分局的交通的警察同仁呢，也可以及时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哪里有拥塞，那可以及时派员来疏导。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旧城区因都市开发较早，道路拓宽和都市更新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改善旧城区主要道路拥塞的情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积极导入新科技来辅助。近期针对中西区14条易拥塞的主要干道，建置 AI 影像辨识设备，导入云端资讯收集、分析等技术，来优化路况监控及机动调整交通号志。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塞车，就一定会禁不住的骂一句话：这红车顶是拢无连线呢啦，那到一个路口就大踏一个路口，这是路口无警察的指挥呢啦，大家都会这样骂。警察看到这个路口车很多，他就可以机动调控，把绿灯秒数延长一点。相对的路口车比较少的，绿灯秒数短一点，这靠人工的调控。可是号志连线也好，人工调控也好，很难因应瞬息万变的交通状况，可能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后车流状况都不一样。这样靠什么？靠 AI 靠人工智慧，靠整体的路网的规划。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有意义、有效果的提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黄伟哲在台南市体育总会以及优秀选手的见证之下宣布，台南市将要成立体育局，预计3月将台南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送到议会审议以后，希望会当在今年的顶半年正式成立。议长郭信良甲多位议员也到场参加，并且表达支持。市长会对就任以来一直不断的努力来推动体育相关的政策，同时嘛，伫咧109年度全民运动会，佮有110年度的全中运，佮有全运会中，拢创下县市合并以来上侪奖牌好成绩。为着要继续强化台南市民的运动风气，嘛会继续努力打造互全民会当适时运动的幸福友善环境。在议长的领军之下，能够表示我们府会共同对于推展台南体育的这个重视以及齐心协力。我跟各位报告，台南市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才我刚担任市长的时候，体育处总共有12位同仁，现在是32位同仁那我们在有限的财源下，努力来增加对于体育的重视的力道。那现在体育局在成立以后，我们的同仁会再增加，经费会再增加，对于选手的培训以及教练，还有所有的全运会的筹备工作，我们也会再努力。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会再更努力，在主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能够让台南被看见，不仅是我们筹办大型赛会的能力被看见，我们的选手的优秀表现也要被看见，我们的教练的努力也要被看见，以及
台南市府都府城要被看见。我想在这边非常感谢议会的支持。我跟各位报告，接下来的程序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台南市体育局的组织自治条例会送到议会。那恳请各位议座能够审议通过之后，1个月内就要成立这个体育局就正式成立。活动现场来了有真侪相当关心体育的贵宾以外，体育局会当准备成立嘛，非常的感谢台南市会大力支持。现场有真侪民意代表嘛，共同来见证这摆台南市体育运动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嘛，特别感谢各界大力支持和协助，帮助台南会当让健康运动对全民做起。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再创佳绩，再现高峰。那如果体育局的草案呢送到台南市议会，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将以最短的时间来派入议程，来通过这个法案的通过，尽速将体育局成立，来培育新的体育人才，符合1120年我们全运会在台南市举办的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将义不容辞来支持这个体育局的成立，也能够赞助鼓励，尽快培育优良的选手参赛。在此，我们台南市议会预祝今天的成立能够圆满。今仔日非常欢喜，嘛非常激动。当咱的市长黄伟哲市长来成立这个体育局，伊的承诺终于实现了。甲咱市长鼓励一下，甲咱鼓励一下。伊真正确实有真正有听到咱体育会，咱体育会，咱的体育人全部拢伊会深深的感动。也甲着咱的郭信良议长伊带领这个议员团队无分党派，全部拢挺咱体育局。感谢咱的议长。现场除了有精彩啦啦队表演以外，其中伫咧东京奥运摕到亚当第4名的方婉玲，佮有鲁拿常胜军永仁高中，佮有真侪台南优秀的运动选手，嘛做伙到现场来见证台南市体育界的大跃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过年前嘛是国际邮件寄送的高峰期，台南邮件处理中心表示，为去年到今年初，得陆续查到3件含有非洲低温病毒的猪肉制品。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中心，为了相关的人员，并且呼吁民众爱提醒伫海外亲戚朋友，千万唔通将猪肉制品寄到台湾。特别过年为了防止非法猪肉制品流入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曾经拢并甲案来严格检查国外邮包过关的流程。其中防疫犬原本每礼拜2天来支援，现在竟是改做每一天拢到台南邮件中心来协助查验。帮我们侦测这边的高风险邮件。好，谢谢。好，狗狗现在坐下来了，这个就是对这个行李有疑虑，那我们就会请邮务人员来帮我们看这一件是不是有状况，会到隔壁的海关检疫柜台那边看。好。一旦邮包当中怀疑有猪肉产品，都要经过电工的检查，也需要进一步来开箱。根据了解，台南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查获3件来自泰国寄出来邮件当中含有非洲低温病毒的制品，所以市长委托特别到中心慰劳相关人员辛劳，并呼吁大家一定要记出教训，守条台湾的市猪鸭，嘛守条台湾人的卤肉饭。因为今年年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好几件透过邮件来这个寄送里面被查出含有这个肉类制品，其中有3件含有非洲猪瘟病毒。那这个部分让国人或让国内的养猪产业就重新勾起在20多年前的口蹄疫时期，让台湾的养猪产业一夕之间全部消灭那样子的一个情形就让人回想起，那当初的口蹄疫是因为这个走私黑猪肉那因为国人喜欢吃黑猪肉，那造成疫情的扩散那
这一次我们在汲取上次的教训。春节期间，大家拢有送礼习惯，所以市府嘛再次提醒，一定要甲海外亲朋好友来通知，千万唔通寄肉类的制品，避免出差错。而且民众要寄礼品到国外进前，嘛要先了解当地国家规定，避免造成对方的困扰，甚至牵涉到走私肉品的问题。当然，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由北区区公所、开基育风宫以及北区里长联谊会共同举办的行动送暖活动，将对北区670位独居的长者赠送生活物资加围巾，希望让这长辈感受到社会爱心。北区区公所伫咧24号上午结合在地庙宇开基育风宫，佮有台南市北区里长联谊会，佮有警察局特务分局共同来举办寒天送温暖的活动。最近因为天气较冷，独居长辈因的人身安全问题必须更需要受到重视，所以这摆区公所结合在地各方的力量，则会透过里长来捐送民生物资，佮有围巾来予北区名册中的670位弱势独居长辈。咱来到咱开基育风宫遮，这边上啊主要就是咱开基育风宫，来赞助咱寒冬送暖的这个活动吼，拢总送咱670条的咱的围巾，上啊主要就是要互咱里长吼，伫咱过年进前这段时间去奉祀咱一寡较弱势的长辈吼，会使有一寡伴手礼，互咱的长辈吼会使感受到咱社会温暖。那开基育风宫呢，这几年来。其实对咱北区也好，对咱台南市也好吼，拢非常用心做真侪公益，嘛把咱的善男信女的这个爱心吼，发挥得非常的好。块的红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卫生纸、日用品哈。然后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里长，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要拜托因为现在疫情还是有一点烧起来了所以也谢谢我们这些里长在不管疫苗纾困。还有去年都会拍拼，这几个月的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北区区长李煌兴表示，针对弱势关怀，除了有公部门的力量，更需要来自民间团体共同努力合作。真欢喜这摆当加育风宫，佮有北区里长联谊会共同来关心区内的弱势长辈，同时嘛呼吁民众、各界企业、民间团体会当做伙来投入去公益活动。共同把咱的温暖佮有爱心传出去。关怀咱这独居老人，还是讲咱的弱势以外咱的防疫嘛一定要做好因为即摆疫情非常严重尤其即摆高雄即摆有个主机拢到咱台南所以真正毋是讲所有活动拢爱停止办理啦，目前无到迄个程度啦即摆目前还是2级。只要咱伫个庙宇办活动，还是讲咱公部门办活动，咱的防疫措施做好拢会使拢会使来办这个活动所以。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安平区公所办理长照甲社区营造替代役成果发表会，24号伫安平区图书馆广场举行。市长黄伟哲特别致敬感谢状，感谢亚男，结合长照甲社区营造的全长背景，走访邻里社区，并且也发表新册。安平区公所宜兰实验所办理长照社区营造计划，伫个110年申请3位长照的替代役，甲3位社区营造的替代役，延续前2届的成果，这届转向软体层面的提升。希望将实验公共空间打造成对民众更加接近、有路用的空间，将亚男的努力成果化为回忆，留伫个台南。替代役男在他们服务的岗位之余，在公余，他们帮忙设计了许多文创品，包括现在要这个过年了，那他们也设计了这个役男实验所的红包。我其实非常感谢我们替代役男对于台南市政推动的时候的助力的帮忙，尤其跟社区也好，跟我们年长者的市民朋友们，跟很多公务人力也好，他们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互动关系，这点我们是非常谢谢的。替代役男提供了这个为我们公务体系注入了新生命也注入了许多新的想法，这一点很让我们市府同仁
表示感谢的。今年我们安民区公所我们申请了6位替代役哈，那也包括有3位的社造替代役，还有3位的长照替代役哈。那我们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哈，我们藉由他们的一个专业哈，他们的一个新的思维哈，希望能够让我们安民区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亮点哈。那感谢我们6位替代役男哈，他们相当的辛苦哈，在短短6个月的期间哈，把我们整个安平区的一个长照，包括我们社造哈，办得相当的好哈。那也藉由他们的一个力量哈，能够把我们整个的一个区里，包括说我们长照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做一个影像记录哦，还有我们的静态的一个展览哈。上午的成果发表，包括市长黄伟哲、内政署长龚长仁、民政局长江玲煌、前安平区长，当时嘛是现任的驻地行政科长赖清竹，嘛拢亲自出席。现场有市长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替代役男对社情的努力甲贡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四群新龙山市清水祖师杯花灯彩绘比赛伫龙岗国小举行，比赛分做社会、学生甲亲子组。所有参赛花灯将伫农历新年期间挂伫龙山市，互民众欣赏，增添过年的热闹气氛。春节搁要来到1月23上午，伫咧龙岗国小由四群新龙山市举办清水祖师杯花灯彩绘比赛。现场有真侪大人带小朋友拢做伙来参加。那伫比赛得奖的民众，可以当摕到无共的奖金，互大家会当早登去欢喜过好年。算是吼，办这个灯笼比赛吼，是最后互遐囡仔大家都创作画画啊，要摕来过年时阵吼，来咱龙山市的头前的广场，啊，规个拢甲伊展览出来，啊，所有一寡。伊的朋友也好，来伊的亲戚朋友爱当来看，啊，伊感觉互迄囡仔吼爱有一个容易。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龙山市，然后结合我们龙岗国小，还有我们家长会长这样子举办一个彩绘灯笼的一个比赛。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除了可以结合亲子之间的联络感情以外，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彩绘，让我们的社区更加融合，更有年味。那希望在疫情严峻的情形之下，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加以宣导，一定要将疫情守住，那让我们的活动可以办得更好。那台南各方面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透过举办比赛来替今年的旧历春节龙山市增加真侪过年的气氛。当大家把所有彩绘的花灯拢做伙挂起来的同时，嘛会当点根四群新。龙岗国小的校长陈彦良表示，龙山市长期对学校的囡仔有真侪帮助，真荣幸会当承办这摆的比赛，感到非常的欢喜。承办这个清水祖师杯彩绘灯笼比赛，我感觉这意义，这个活动做有意义，除了可以延续咱的传统文化以外，还可以增进祖孙或者亲子的关系。上重要就是大家看到会知大家欢欢喜喜这边现场充满了正能量，可以把这个疫情呢让它退散。最后要提醒大家，最近疫情的状况较紧张。这摆花灯彩绘活动嘛，因为因应疫情的关系，甲社会组邀到另外一个教室来做比赛。同时嘛，要呼吁大家随时爱注意防疫的相关规定，加注意自身的健康安全问题。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桂林7家花卉园区是台南市上大喷火产销区，迎接过年民众采买需求，公所、农会甲产销班特别推出一系列优惠的好康，为1月24到2月15，只要消费满300，就会当摸彩。另外，满千个有特色的伴手礼，欢迎民众拥有全农采买年节的应景花卉。农历春节就要来到，真侪民众过年拢会采买喷火来布伫厝内。为伫咧桂林的7家花卉园区，
因应虎年的来到，产销班特别推出各种的应景喷花，有虎头兰、虎尾兰，甚至是虎头柑、金桔啦等，应有尽有。我们今年啊，刚好要迎接虎年，所以我们的花卉区啊，有很多虎头兰，也有虎头柑，还有虎尾兰啊。如果民众啊喜欢在虎年啊摆这些吉祥的盆栽啊，可以摆虎头兰、虎尾兰啊，有头有尾，好像很不错。那今年的花卉啊，过年花卉啊，因为预期啊，民众购买的那个购买力啊，还跟购买的那个数量会减少，所以啊，农夫啊有稍微减量。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如果在家想除旧布新，应该要提早来购买过年的花卉。那我们过年的花卉啊，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有兰花，就刚刚讲的虎头兰、蝴蝶兰、报岁兰。那还有就是比较吉祥的有大吉大利金桔，还有好彩头，就是红色的萝卜，红色的菜桃，还有那个代表旺旺来的凤梨，还有一些球根花卉，像郁金香、风信子水仙西洋水仙这一类的，都是我们过年应景的花卉。希望民众防疫在家心情不足可以到我们七甲花卉区来走一走，买一些漂亮的花卉回家除旧布新。另外，为了刺激买气，今年产销班特别结合区公所加桂林农会，推出多项的优惠好康，除了满300送摸彩券，另外满千还佫加赠花线归人的特色伴手礼。归仁七甲花卉园区是咱台南最大的盆栽集散地为了迎接过年的游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次特别准备摸彩活动来增加买气。那我们的摸彩呢，第1月24号了到2月15号加元宵这段期间呢，主要到我们的七甲花卉园区。每单笔满300元就可以有1张摸彩券，那满1000元呢就可以再多送一个花线归仁的盆栽伴手礼这个另外呢，我们的摸彩品农会也特别支持跟赞助咱有准备3台卡拉车，那另外也有优质米。那花卉业者也准备了很多盆栽跟我们的肥料等等我会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游客能够来我们的七甲花卉来踅七甲花卉园区不但是台南上大的喷花产销班，同时也是桂林知名的地方特色产业。区公所甲产销班欢迎民众踊跃前往采买，不过防疫期间，一切也是遵照防疫的规定，并且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